缘分才从此开始。那后学的生命，后学觉得也是从此不同。那从一刚开始，为什么会接触到护士团？后学其实在大学以前，就是刚才刘芳学长所介绍的，虽然是道场的子女第二代，但是一直都对于道场很陌生。那因为在那个时候，虽然我们已经有学界的一些那个就是班会，但是后学其实很少参加，然后对于道场其实也不是很不是很喜